嗱，我想問翻黃生啊，到底嗰29隻功能組別，你認為應該點樣取消咧？嗱，其實我好認同你講你嘅分析嘅。個問題就係，今日同埋自由黨、建制派同埋民主派提出過點樣處理功能組別，政府都唔理啊，係5年啊！嗱，我完全認同你講嗰29席嘅功能組別。先冷靜啲先，我哋聽下黃先生嘅指出。完全認同你講嗰29隻嘅功能組別咧，未能夠反映民意，呢個係好明顯嘅。應該取消，如何取消呢個先係重點。而家政府提出2012嘅新嘅方案，要求間選5席嘅立法會議員由區議員去產生。而家係增加5席啊嘛。咁其實係6席啊嘛，總共係6席啦。呢個問題而家我講增加呢5席先，增加呢5席並唔係頭先阿先生你講嘅嗰29席可以不理民意或者完全同民意脫節嘅，但係你可以話呢5席咧係可能同一般地區直選嘅立法會議員有分別。有民制派提出過講完。市民可以讓黃先生展述佢嘅觀點先。你可以唔認同咧間選咧？同直選嘅立法會議員咧，喺個功能上或者係佢誕生上面嘅權力賦予上面係有分別。我尊重你呢個觀點，但係你絕對不能夠將呢5席嘅間選咧，等同而家將你所講嘅張宇人20蚊嗰啲嘅功能組別議員咧，將佢掛鈎，將佢等同化，呢個係唔可能嘅。嗰啲都係叫功能組別啊，哥。你要點嘅計留邊先？嗰啲唔係功能組別啊！你講得啱，佢分組點票就係擺功能組別裏面。就係將我哋市民300幾個區議會，我哋1人1票選出嚟嘅區議員，間選出嚟嘅立法會議員，去沖淡功能組別。呢個係一個相對容易通過同埋一個穩妥可以取消功能組別嘅方法。除非你唔相信代表市民嗰400幾個區議員對立法會，大家個主要訴求係唔同㗎。即係你覺得民選嘅立法會？民選嘅區議員唔會贊成普選嘅選舉，大家要求嘅嘢係唔同㗎。我重申一次，嗱，我想同你講，呢個咧係邏輯上咧，你完全唔係講，即係唔係講緊嗰樣嘢。點解咧？因為喺你選如果呢個方案能夠通過嘅話，喺2011年裏面，所有嘅香港市民都知道佢哋喺區議會投嘅一票係可以產生6個立法會議員嘅話，佢哋所有要分析嘅嘢。信報講區議會直人、區議會人大方案，準備過去到2047年，當手同中國內地呢班民主制度接軌啊！咁係咪即係信報所講你頭先所講嘅方案代表中央先？我而家唔係同你講緊嗰個問題，我而家就係想咧 proof 一樣嘢，去證實一樣嘢。2012，你聽我講晒好冇？你俾我都未入，大家嘅訴求係唔同，我都未入點，你又唔俾我。或者市民嘅黃先生，我淨係想同你展述佢嘅觀點。證實一個觀點咧，就係呢5席嘅間選咧，絕對係比而家現有嘅功能組別民主嘅。偏偏5年啊！08年公專聯曾經提出過一個點樣處理原有功能組別嘅方案，冇參與。09年初，自由黨嘅係一樣提出過呢方案，一樣冇理到。阿哥哥，如果05年嘅方案咧能夠通過咧，今日我哋唔使喺呢個地方再討論，我哋喺呢個平台上面係更加民主地討論。我真係好明白點解香港嘅政制咧冇得向前走。個問題就係你哋認為因為有區議會上嘅區議員、立法會議員就高高在上，好似立法會議員就不用某一啲人去區議會嘅議題不能夠喺立法會，所以有一啲民生問題就唔係你哋所帶嘅人有1票先能夠喺立法會可以擁有呢個就係你哋講嘅民主。